来看台南市后壁区昨半暝有2台轿车伫底位后桥附近烧落，有3个人掉伫车内，救出来时拢无喘气、无心跳，送病院嘛救无倒来。车祸迄当时当咧落雨，敢是因为落雨路上骨看袂清楚，才会出车祸。警方搁会调查。 初日暗时，2台车相撞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发现车头冒裂，有一对男女吊伫咧车顶，那另外一台修路车，嘛有一个查某驾驶吊顶悬，警车赶紧救人。车路顶悬，零件碎糊糊，落甲规世界，车头嘛拢冒气变形。消防人员赶紧把3个人救出来，不过拢无性命现象。车上2车总共有3名患者啊，都没有意识啊。 然后我们随即利用破坏器材啊，将受困的患者、伤人全部救出啊。救出后发现3个人都没有生命迹象。3个伤者送去病院抢救，也是救无回来。事发地点伫咧后壁区石安宫外底位后桥附近。事当时是暗时10点外，搁当咧落雨。这2台车敢是因为落雨天车出去，而且视线看袂清楚，才会烧弄的。警方搁当咧调查。双方驾驶人当场死亡。 另一名63岁阳性乘客送医后不治，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，厘清相关肇事原因。应该是讲你伫遮出来拢开伤紧的啊。这个所在，你边的峡谷看无，出来看无。记者来到现场是一个弯，边仔有一条半花道路会接对遮来，这视线本地就无好啊，而且为车毁损的程度来看，初步检判这车应该是驶甲真紧。 目前警察已经报车检方来小验，嘛呼吁民众在暗时也是落雨天驶车，速度一定要放较慢的，避免出车祸。国视新闻综合报道。